亲身看过草莓山羊突然匆匆的美，几个苏那的人听错未发现，也种条当学结圈，从头一看到就会家长伫苏那度行行滚，跳上跳下。照复杂的研究，同一群的草莓山羊，大部分未强杂加速的新染，所以记得看到其他的新染转来，他们判断日就像人哋上家门。很有好料诶，记得未要强下食，反正木瓜按太早，你则掉咪心态。后结圈的记得，当然系安尼悄悄过来强下打掉时，食起来未下生气。你看，连跌到天内下的妹妹大爽，食了一寸屁丁。草莓山羊很有只当生气的习性。就会晓得控食物。你看伢子唔但抢袂控，还控当功夫，晓得会拿到东西来炸，很劲吼。很等到控好，竟然晓得看一下，有人发现冇？看冇人发现，就背走。两只草莓山羊最多喊人来，系因为抢足死。其实记得系种测试性的雕，讲下拍到就系人工的机会注意查。不管系沙，还是叫马沙、散叫台，也系细心的雕到果子，我是人条的面包。做得讲，记得拄到马界就是马界。完全袂让你生意，也袂甘心。假是唔睇咧呢，当然就扛起来咯。等到都市要，我是亲某媳妇的时间，嗰阵多做了些，绝对唔会打上睇。好，你看，两只空哦，比台湾家长还拿功夫哩。人类大家天的欣赏为本太细，草莓山羊的未强调，看起了细心最显明。听说系下太细好，就轮到细细，还冇轮到的，就伫旁顺停停等。等轮到机咧，就做得下一些。草莓山羊是台湾体育中的标，虽然当正，不过伫本类学来讲，记得老武叔叔的武压强壮，未算是压扣的标。其实差不多伫20年前，也种调伫台湾还冇几多。唔定样板，一下记得伫全台湾重大开发的山那变得非常多，连特别是公园、学校未从头看得到。不过不管样板，安因还是一只好现象，因为看到草莓山羊越来越多，就表示台湾的环境变得越来越自然嘞。